一些人的點評以及補充啊。有人說這個追密科技啊，追密科技今天早上我就看到了，追密科技早上我就看到了。那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追密科技好了。从何说起呢？追密科技，惹上了大麻煩。我相信我们的觀眾啊，對於這個公司啊和他的這個 CEO 話事人啊都不太熟悉，那我們跟大家非常不正確的做一個對比啊。有人認為追密科技以及這個追密科技 CEO 於浩呢是走上了這個賈躍亭的老路，但是這個對比啊，這樣的類比啊，不是特別的正確。追密科技最近的麻煩很多，而且今天稍早的時候呢，追密科技的創始人他是 CEO 於浩微博賬號被禁言。在過去1個月啊，追密 CEO 因為一系列的高調言論啊，瘋狂的跨界擴張啊，引發過很多的爭議。我們就簡單說一下這個於浩啊，以前放過什麼話，比如說啊，要做第一個100萬億美金公司生態啊，要在5年內成為世界首富啊，什麼概念？就是他要超越馬斯克啊。他說不喜歡追密的啊，都是loser 啊，都是屌絲啊，這些話呢已經很誇張了。那追密的業務到底是幹嘛的呢？那這個才是我們最後啊跟大家稍微聊一聊的重點。追密科技呢，最早是做什麼的？它是做的吸塵器啊、掃地機啊、洗地機啊這些清潔電器起家啊。它就是2021年做這個小家電的啊，你可以把它跟智能掛上鈎。但是呢，從2023年開始，追密科技變了，它開始瘋狂跨界。從掃地機器人、吸塵器做到割草機器人，做到泳池機器人、廚房電器啊，要做汽車，要做手機，要做無人機，要做這個 eVTOL 啊這種飛行器，要做智能戒指、智能手環、3D 打印機、AI 泳鏡啊、農業機器人、礦業機器人、芯片算力啊，還有要做咖啡、奶茶、潮玩、旅遊品牌。聽我報菜名報了這麼多之後啊，你們一定很好奇，這個追密科技也就是放在這個中國製造啊、中國科技大躍進的背景中一家消費電器公司，那麼它能同時做這麼完全不同的行業嗎？這裡呢，追密科技有一個核心的解釋，就是追密科技怎麼解釋他們如何進行這樣的跨界啊？他們就說我們有一個核心概念叫做技術複用、技術重複使用啊，這是追密科技他們對於他們能夠如此跨界的一個巨大的解釋。什麼叫技術複用啊？我們回到追密科技最早的他們的這個產品啊，清潔電器、掃地機器人啊、割草機器人、泳池機器人，這些機器人中呢，是不是有一些芯片啊？這個電機啊、電池啊、電池管理啊、電控技術，這些是不是可以共用啊？就好比說你的掃地機器人的一些風機這個渦扇的軸承啊，這些小的物件你是不是可以用共享啊？你從這個掃地機器人呢，你共享在這個泳池機器人裡，好像是可以的。這是他們解釋叫做技術複用的出發點。第一層確實是真的複用，你們可以推廣到清潔電器中小小的掃地機器人啦，泳池機器人啦，割草機器人啊這些。然後追密科技說，這一層技術複用，我們可以把它放大把它放大到無人機，把它放大到這個機器人零部件，把它放大到這個大號的電池把它放大到各種傳感器中。這個傳感器既可以用在掃地機器人裡，可能也能用在這種商用的低空載人飛行器裡。當然了，追密科技的這個大餅還沒畫完他們又畫了一個更大的大餅。他們認為這個技術複用還可以上升到一個概念複用，就是什麼意思啊？就是說我們設計這些零部件的理念還能復現在
汽車產業啊、電車產業啊、手機產業、芯片算力產業，還能復用在這種消費層次的咖啡、奶茶、潮玩這些領域。但是這些很難用原來的技術能力直接解釋他們大概是分成了这麼幾層。第一個是真的技術復用，就是不同的商業的這種產品機器人，不同機器人之間的技術的復用。第二層是部分的復用，就是說我的這个零部件可以共享在一個大號的產品的零部件之中。第三個就叫概念的復用，大概就是這三層。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追密科技把他們的這個大餅畫得非常大。但是呢我們這個都是經過小學9年義務教育的中小學9年義務教育的，你稍微想一想你也能明白這個邏輯是說不通的。技術復用不能替代商業閉環，你有電機技術不能等於你能造出好的電車，你會做掃地機器人的一個路徑規劃不等於你能製造出好的手機，你有好的供應鏈，你有整合能力不等於能做消費品牌的矩陣，你會融資，你善於融資也不等於你能做出幾百個事業部就是這個又是一個什麼低空飛行事業部那又是一個家電廚房事業部這是不可能的。這個邏輯上這是不能構成一個合理邏輯的。所以追密科技一方面它以一部分真實技術能力把自己包裝成一個無所不能的超級生態能力。我講到這裡大家是不是聽着很耳熟是不是有4個字可以總結這4個字是不是叫做生態化反？這4個字是誰提出的呢？是不是大家熟悉的賈躍亭呢？所以在今天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很多人都在討論說，這不就是當年的賈躍亭嗎？這不就是當年的賈躍亭嗎？據說追密科技 CEO 也是一個有上面有人的這樣的一個80後，所以我們也對吧，不敢太說太多，萬一人家真的把這個大餅給畫出來了讓很多人相信了呢？所以我們最後就比較粗淺的這個跟大家聊一聊追密科技這個公司的一個發展的邏輯，尤其是在過去這3年中，不能叫做大躍進了叫做大躍升級別的一個大餅的這樣的一個這麼畫的一個方式，不能說讓人大開眼界吧，只能說讓人覺得情景重現。追密科技的故事我覺得沒有說完還沒有說完，還會有很多深入的文章跟大家披露這個追密科技背後的故事只是大家覺得追密科技這樣一個現在畫了很大的餅，那麼追密科技的第1號代言人又是他的 CEO 呢又被微博禁言，那他是不是真的攤上事了又結合在過去這24小時據說追密科技相關的投資呢已經在被各地方政府清查所以有新的消息我們也會及時整理這個編輯製作成相關的這個閒話類型的節目和大家分享。這是跟大家最後聊一聊追密科技的故事。今天的直播到這裡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謝各位的關注和關心感謝大家在留言區給我們留言留下您的意見和建議不知道和平先生還有哪些內容想在最後跟大家提一嘴。要感謝我們的網友跟我們的打賞非常的重要我們是收到一些網友的打賞大家要這個小人我們要借這個節目再感謝一下那麼大家的節目的後面我們推薦 X 上面的華爾街電視的一個節目就是這個節目大概2個小時吧因為是中文在講，所以你可以一邊聽一邊做其他的事情連接已經編輯放上去了，就是講的是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尤其是習近平
和特朗普的這個見面之後啊，中俄關係的發展，全世界為什麼這3個國家比較重要？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美國的戰略學界，歐洲的戰略學界已經開始意識到世界上的基石啊，這3個國家。那中國的戰略學者這4位啊，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一樣的這個立場。這個和我們之前很多的朋友所理解的這個俄羅斯是很大的不同，因為呢，大家所理解的俄羅斯是已經被信息污染了，只知道俄羅斯啊去侵略烏克蘭，這個毫無疑問是應該反對的，應該譴責的，但是不去搞不清楚原因，為什麼要去侵略這個烏克蘭？沒有搞清楚烏克蘭的一個政權通過選舉被顏色革命推翻了，沒有搞清楚烏克蘭的東部進行了種族的歧視，非常的嚴重。美國曾經把亞速營列為一個恐怖組織，原因就在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就是呢，這個北約的東科這把俄羅斯變成敵人然後俄羅斯把歐洲變成敵人，他們誰把誰變成敵人，我們已經糊塗了。但是對于一個蘇聯崩潰之後這些國家陷入到四分五裂所以普京有一句話講過嘛，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的災難就是把蘇聯給崩潰了。大家只看到了一個帝國的崩潰，沒有看到一個帝國崩潰所帶來的問題，發生了多少場戰爭。所以有的人樂於把中國共產黨給推翻，把中國也分成幾大塊也是做一樣的夢想。這種夢想在30年前大家是很期待的，因為一個共黨國家的崩潰大家非常的亢奮。30年之後，你再去問問人，這個人如果是個正常人都告訴你這是危險的所以我們推薦這個節目給大家看一看，一方面看看西方學者的觀點，一方面看一看中國學者的觀點。好，感謝何必先生的最後的这個補充有人說是直播嗎？當然是直播了，只不過你來晚了，我們的直播快結束了。但是我們有回看我們有回看，不要忘記回看，不要忘記轉發、點讚、訂閱、收藏我們的視頻和我們的頻道。再次感謝各位，感謝大家在留言區的意見和建議，感謝大家的真知灼見，已經感謝大家的評論。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再次感謝各位祝各位周末吃好喝好睡好，我們下期直播再和各位見面。